是啊，今日你带你来佚佗，你感觉有快乐吧？快乐啊，真好耍啊！安尼有闲我加去多多带你出来散散步。来，遐坐坐，遐坐坐。阮就是田庄的大山的兄哥，7、8早就出门，行到人的田边，正手举猪头，倒手举喷机，行到咱的田边，行到咱的田边。听人讲去台北都市，实在真怪奇，好佚佗呢。哎呀，哎呦，这台北市确实是甲庄脚完全都无共款。你看这穿个这爽的，这人了，这一看就庄卡人。哎，佮这真古水佮唱甲安尼，哇，这人敢若真乐观啊呢！哎，先生，哎，是，哇，两个人安尼，兴致还不错呢。是啦，无啦，礼拜时来跟朋友出来呐，安尼散步一下。哦，算讲坐伫公园的椅仔骹了对啦。你是毋是台北市的人啊？毋是，这门车头伫倒呀？我当位车头落来。你去车头过？你内湖位倒会行？哦，内湖啊！啊，内湖这我都无啥识，你知道吗？伫阮兜遐。甲这先生讲一下。哦，我就是要去找内湖，找我一个细汉斗阵大汉的朋友。哎呀，你问对人，伊拄好是内湖人啦。呀，赶紧讲一下。素兰，这是谁的呀？啊，姑你买安尼啦？一个素兰，哎呦，这素兰你毋知先生我找伊偌久？我即摆毋是素兰，你会认得我？我即摆毋是叫做素兰啦，我阿牛啦。你毋听我讲，你家己一直讲。我即摆叫做手机啦。哎呦，你当时改名？你看。是安怎要改素兰？是安怎用？素兰收怂啦。手机毋比个较怂。我会记得，对啊，你较早你讲你嘛叫素兰，这是较早东冲的呀。哎，对啦。素兰，来，你哇，那才拄好伫遮拄着你。我知。哎呦，妈妈讲叫我来台北，一定要找着你。讲即届一定要甲你带转去厝，叫最某才会使。素兰，你小听我讲，边仔有人啦。哦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伊是什么？大少爷啦。哎，我是工厂的头家，大少爷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这哎呦，阮素兰就定定写批转去迄阮庄仔来，拢讲伊找着一个足好的头家，迄头家对伊真好，就是啊。伊趁的钱寄转去厝拢是恁兜摕伊。对，哎呀，素兰，真感谢，不简单。素兰嘛是足勤苦的一个女工，即马甲我心起来做秘书呢。哈？哎，那是讲女工哦，素兰，毋免遮艰苦，我甲你讲，即马咱厝里发财啊。哦。迄个都市计划拄啊好安尼。画一个钓着咱的这个田啊，甲恁是地主啊？是讲运气较无较头前迄个阿曲啊，因兜较好。因兜是拄啊好规片田，拄啊好拢变做都市计划。哎呦，即嘛是即建地啦，哎呀好呀，建地啦。啊，阮兜钓40坪，拄啊是甲遐。我像起厝嘛是嘛，即嘛一坪人出到万八，我无咧卖呢。40坪你甲算看觅偌济，我都毋捌算过遮济钱。你看，你这个人就是较热情的嘛。老朋友见面，咱目头安尼摇头夹面，叫是啥物代志？你啥烦恼啥？惊伊讲叫你介绍头路呀？没有关系。先生，你看你身材安尼体格阁真好。迄毋是臭蛋啊，真正敢若一杯活灵。是啊啦，来台北要找朋友要介绍一个头路啊，没有问题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驾驶执照啊？开玩笑，我拢驶铁牛诶。安尼啊？我啦，我毋是要来介绍。会使来咱工厂来赛车，也是做司机啊，那嘛是会使，你免烦恼啦。是讲安尼嘛会使。下个月拿履历表来。反正你也伫伊遮咧食头路，我来恁兜来做司机，阮做我差不多几个月了后，咱就听我转去厝。你免烦恼，我来安排的。我跟你讲啦，我介绍讲一个单独相处一个，你去边啊无？哦，安尼啊，我踮遮安尼不太方便啊，有时讲隐私的话聊一聊噻。好老朋友见面这我就好参详啊，我无甲恁交了，我先等恁一下哈，恁开讲者，恁开讲。
哦，这真正有影看起来足心事。吼，这个查甫袂歹哦，这大少爷有甲你欺负无？伊若有甲你欺负，你最好你甲我讲，嗯？你今要讲啥？紧讲啊！赶紧甲我转去厝，结婚啊！那有可能？啊，阮老爸甲恁爸泡茶的时阵，毋是讲好啊？我10几年来拍拼，拢是为着你呢。迄是囡仔时阵，是大人因家己讲的，无准算啦。啊，无要紧，我知影，即摆拢时行自由落来，对毋对？所以讲你毋好看我呢，为着要来起来台北来找你，你看我头毛定甲安尼，安怎？会配合台北的。你知影10几年变化足大呢？什么变化？思想啊，各方面无掂啊，拢无共款啊。你共款你的清茶，搁你这粒头。但你嘛是清茶家，对不对？你是骗我这是复古足流行的，你这太怂的啦！你紧转去装卡啦！我慢慢啊改，看我就改过来了啊。无可能的，而且拄仔迄大少爷你嘛有看啊？我已经答应伊的求婚啊啦。什么？你是讲变卦，是讲这个？你哪会使答应别人的婚事呢？咱细汉是拢讲好，你要嫁我啊？你安尼做敢对？我来找伊讲者。毋是啦，毋是伊的关系啦，是咱两个无适合的关系啦。咱两个无适合。是啊，你太天真咧。啊，你是点啊？我想袂晓，你哪会遐？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这个歌伫咱庄仔卡嘛足死劲的。毋是咧甲你唱歌啦。啊？啊，即摆要安怎？你转去啦。啊？唉，我想讲，即阵我是安尼真无简单，来甲台北。啊，找着你煞毋知讲代志，讲发生有变甲遮大条啊！啊，我甲迄个少年家是倒位，安那比咱都比啊！我今日讲出来，伤着你的心，你搁一直我叫我当我什么伤讲。着我的心？当我迄个伫咱庄卡来讲，迄个少年家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迄哪有什么路用？像阮即个规体格敢若牛咧，对毋对啊？嫁牛要创啥？嫁牛你毋才会幸福，迄厝内的工课，拢我咧做。你是要安怎甲人比啦？哎，是我人想厝的足好个呢，好个。人生做眉清目秀呢，你才爽着。哈？啊，伊敢有变角？啊？有啊，这是一个情趣的问题。唉，照你安尼讲起来，我才发现着，我真正是足爽。讲安尼10几年的代志，突然间安尼撞出来，要共带倒转去厝，迄真正是笑的。你莫安尼讲啦。我祝你幸福，过时啦。北京夜冷清清，也有一片雨也紧，想风绵绵落袂停，替阮锁美情。台北今夜冷清清。赞！翻唱，说来，稍等咧，这位先生，拄则恁两个伫遐讲回想足侪往事的时阵，我伫边仔听着，真是使人感动。我不忍心跳散恁这对青梅竹马的爱人。真是的，我感觉你唔免走，也是我来走好啊。我才是一个恁感情中的不速之客。想着这个爱是悲惨的爱，茫茫渺渺又消失的爱，啊，凄凉的苍白话，抱着悲惨的怀念，难能通听心内有可爱的你一人，从此再回来。也是我来走啊！先生，啊你唔通安尼讲。啊！
我听你安尼唱一首歌，我心肝结规球安尼。我嘛是一个有感情的啦。我感觉咧，我本来就是讲你是一个大少爷。哦你这个人咧讲话一定是安尼，一定是才高气粗啊。不是啊，袂想到讲你这个人真正八长有够快。我是一个正人君子。你这个朋友我会甲你讲，你袂使走，哪会使安尼？哎，不是啊。无啦，素然哦，我含义就是安尼，伊拄则讲一个，我就了解。哎呀，你唔通客气。十几年以前啦，爸母咧教阮两个合作迄个注文咧，好嘿，这时代无共款几百未婚啊！哪会使安尼？是应该照人是，想。我猜你唔通你，买啦不是傻啦。这个少年人啊，看伊爽懵爽，这个人我来算安尼非常的这个人耿直的一个男性。我是土地啦，对啦对啦。你来甲伊斗阵啦，一定会幸福。袂使，我甲你讲，我是会错啦。我这敢若是一个敢若牛，唔通客气，提起用啊，提起。你唔通去，你应该去赔去赔。啊，你就莫搞手机啊！我你尽量，我随啦，我随啊，你尽量。哎呦，你两个是咧创啥？我是物件，互你塞来塞去啊！就是啊，我来走啦！哎，算了，你袂使走。耍，你耍来啊！为着你安尼叫耍啊，你这耍来。足客气的。我已经决定要走啊！哈？你还要走？但我两个人在甲你唱的是，你是一中的小姐，你应该就是为着你才安尼啊！我已经要搭最后一班的火车来走啊！啊？你要来离开哦？就是我有讲卖客气，你当你去陪就好啊！实在是。手紧黄昏，夜风吹着阮，一阵凉酸酸。啊，无情人，无情人，你叫阮怎样过日子？我来走，我来走。我来，姐姐，你尽量啦，你莫客气，你。